三大强票，当时三大需要的人民咯，起来开发国家的一条族群，唔咩迄商人同埋一条工匠，当一条一条线啊，唔需要的人到去三大间同埋公摊哦，也用着34都偏慢去移民哦。 就在同一隻時候咧，把食柴灰哦，對當地嘅人民、客家人看見福音嘅需要，就在福音領導那邊哦，我哋就以下三小客家詩歌來獻本大家聽，第一首我係個基督徒，第二首福音嘅大門。 第三首，也是奇妙的救恩，